昨就是甲平常时放假共款，我甲翁就去因公司加班斗相共。昨是无拄着啥物问题，嘛有开讲。我有讲我伫面册看着我的前同事伊甲伊翁离婚安怎。毋过昨我嘛有讲开始做这台文班的作业。这作业就是讲，第一个社群的平台，甲日常想要写的心事记录用台文去记，用白话字去记。我嘛感觉足新鲜的，而且嘛有符合我的需求。我即马就是想要加练白话字，加练台文。为安怎要加练台文呢？就是若讲台语用口说的，若听是无问题。毋过就是你要找一个对象甲你提上就是足自然讲台语，而且你嘛两个人互相的对答内底学着诚济台语，而且若训练家己有一寡亲像声市即个词若无去练，阁有中强即个调，即个发音变做讲，若无利用讲甲人讲台语的过程，是较无法度讲去熟悉，会变做讲定定听，毋过一讲出喙就走音去。毋过即马就无即种环境，变做讲想要找对象来讲拢足困难。那当然就是想讲，就回想家己以早华文的经验，就是日常当中若无找着用讲话对象，当然就是靠文字。文字的话，就是变做讲伊的成本较低。你毋免讲找着一个共款时间有闲，而且嘛有话题，就甲家己的文章放伫咧网络顶头，有兴趣的人伊有闲就会甲你应话。若讲我想要听别人是一种沟通想要用台文沟通嘛较简单像讲有聊天的房间嘛有一寡即马有网络媒体，变做讲你要找着相关的台文文章嘛较简单。毋过你若要找一个甲你讲台语的对象，无就是爱有即个朋友，而且伊嘛甲你做有话讲，无就是身躯边的人，亲像讲阮翁无就是有一个做爱听的网友而且甲你诚有话讲有可能毋是用文字伫咧沟通伫咧沟通是用语音足爱讲的。毋过即种对象嘛是嘛爱诚找变做因为语音的物件，就是爱有即个时间，阁有即个人若亲像讲我拢利用开钱去找家教我有找着是一个会当伊台语真好就嘛足爱讲话就一直铁。毋过变做讲较无互我讲话机会，
这老师就是做爱讲，就伊一个人讲。有时阵袂输啊听广播电台，毋过想想的讲嘛无要紧，就对方的台语就真好。伊会用一寡词就是你爱有即个生活环境较听会着的。亲像广播电台，即摆广播电台人讲话嘛无遐有台语开嘛诚济拢华语化去啊。你着听袂着一寡较口语的用法台语的用法。佫有其他家教的老师，伊就是练习用一寡教材你着对伊念。这对我来讲嘛有帮助就是我即马着训练讲家己去念，念有啥物问题，有啥物关键，抑是啥物发音亲像讲咱是，就是讲即个鼻音囥写伫后壁，甲写伫头前，原来是无共款的。有规个声音拢鼻音，嘛有讲一开始发音像一开始的是无鼻音安尼去分解，较讲出来较有台语味若讲真正袂晓教台语的人，伊会讲你着叫你讲100遍，毋过伊嘛无法度讲你为怎样讲起来台语就是怪怪。有较专业的老师就变做讲会当改善。我就知影讲原来伊的技巧就是讲是一个双音，一开始是即个音足紧收煞做鼻音，抑是合喙音安尼听的人若听台语的人会感觉讲你讲的台语就是听袂哈，毋过伊嘛讲袂出原因我就变做需要讲较专业的台语老师当然是家教伊较会好好去针对一个人发音的问题去甲你指教，而且嘛是讲较有机会加去练习是讲定定讲煞有可能即个讲话毛病无遐紧改毋过就是变讲开时间开钱去豆豆训练就无亲像以早就伫问讲是安怎哪会拢开遐济时间精神游玩跳伫外口讲台语的时阵，游玩就无互人当作是台语人会讲你是当地学无就是讲你的腔口哪会奇怪，你是毋是客人啊就时不时替人问着即个问题当然就是会去犹豫家己讲哪会学甲毋正学会送钱加减是安尼。即马就是有愈来愈济资源，像讲我报名去上课内底其实拢是共一个科仔内底，因有共款的期待，就希望讲会当加讲台语就有诶较有心，就会有一个读册会读册会嘛有一寡会当开讲的时间对我来讲嘛是我上想要做的代志就是甲人开讲，而且对方听到即一群人
台语程度真好，就是会当学真侪物件。甲即个 Clubhouse 的台语房内底的人台语嘛真好，毋过就是讲无啥物主题，变做讲若讲着主题互别人想嘛会当，毋过着变做伊是一个朋友社交的平台。你讲话着行无遐自由，你着爱讲一寡较着变，这就是你若甲迄群人是共款的想法，拢是做好的朋友，讲话当然就是做自在。毋过这台语房就是无法度掌握，可能阁来一个，伊若讲伊袂晓台语的话，变做台语房的人的观念，就是着开始用华语来讲话对待。对因来讲，这无差，因毋是伫咧吹哨讲台语的人，因只是讲，迄是假啦，用练台语、听台语，这是假上主要的目的，就是一个靠一个网友一个朋友，会当找朋友的所在。话阁讲转来，就是昨虽讲有读册会，毋过就是因为翁伫边无遐自由，讲我着去参加读册会，拢会当偷偷仔听。若讲有一寡读册会爱点名，每一个拢爱讲，我着变做较无方便，阁分组，变做着无啥物自由会当参加读册会。因为翁有可能伊有伊的想法，伊会想讲，代志遐赶，你阁分心去，你的心着无专心，去甲我斗相共，嘛有可能伊会好闲，去问问题，问的又有可能阁对你，伫即个读册会阁有意见，就是有一寡你毋知影的问题爱处理，就变做上好就是用听的，若有意见当插一两句，对我来讲就真好。毋过昨就是变做讲，因为翁伫边仔就拢无法度好好听，嘛无法度好好参与，就昨就去买物件，买暗顿。买足侪钱，毋过就是翁伊家己的决定，就变做讲好食无好食，伊拢会讲好食。暗顿就解决，变做就是若讲一直注意读册会，想要偷听，安尼翁会感觉怪怪，就开始讲你安怎？就是我无即个勇气去讲我即马想要读册会，伊按阮翁的个性，就是会讲你着放出来大家听。毋过伊有可能听遐济台语，伊是无法度定安尼做。伊若讲一两摆好耍，伊愿阁会忍耐。毋过你若每家拢安尼，伊当然就会抗议讲我着放假，想要看疫情的新闻。对伊来讲，疫情的新闻足重要的。我着知影讲，伊即马着一心想要去看新闻，上好就是伊看伊的，我去用耳机去参加我的读册会。毋过伊的观念阁认为讲袂当安尼，咱就是爱拢听共款的物件。毋过伊无法度甲我配合，就变做讲我爱牺牲。我牺牲我阁毋愿讲这读册会足可惜地拜六
暗时若讲会当较早，有可能我著有机会，啊，毋是较早，著莫伫翁伫身躯边诶时阵，我有可能著会当自由参加，嘛，即读册会内底生活嘛是较优先著袂讲像拜三读册会有可能著你讲话嘛是有人就会应讲，你讲诶甲这有啥物关系？就是较直接，较直接你著较袂遐爱讲，著袂甲伊当做讲是会当开讲，遐著是单纯就是用听的听，迄嘛是台语听到诚好诶人，著当做是广播电台来听安尼。有一个会当有交流，毋过就是问题就是伫拜六暗时，就是若拜六拜日，拜六礼拜拢是我介无方便，翁伫边仔身躯边，搁有拜日，就变做有即种问题。今仔日是礼拜。礼拜早起有一个用台语讲新闻，即个Clubhouse 的活动，我做爱参加，嘛是做可惜，就是我无法度去插喙。有时阵嘛做想要讲的，毋过就是翁若伫困，等若排麦排着我，翁就精神。精神，我就想讲，我若伫遐讲，翁就开始问长问短，伊就讲，你哪会排安怎安怎？伊较无法度去体谅讲，我就是无想要甲伊啰嗦。伊若做好讲话的人，讲若放出来听的物件是啥物，伊拢无要紧，当然会当。毋过伊就是讲放出来，伊著爱 TVBS 的新闻台，伊著有伊做想要听的物件，合伊口味的。若今仔日毋是合伊口味的，伊著诚艰苦。伊阁无法度承认讲伊就是遐艰苦。毋过伊阁想要讲，安尼两个人拢听共款的。这是一种矛盾的心，就是你毋是讲有法度讲听啥物拢好的人，你阁希望讲你莫用耳机听，你听的物件著放出来，咱两个斗阵听。毋过变做背后嘛是用伊想要听的物件为主。就若亲像讲，伫公司内底有主管认为家己较有方向较有主张较有主张的主管，伊就讲莫每摆拢是我讲着讲准算，为即摆开始恁提伊的代志，咱嘛会当照恁提伊的照做。毋过你着知影讲，即个主管就是做有主张，你若试一摆两摆，着知影讲伊着喙讲讲的尔，伊就开始袂讲遐天真，就甲即主管讲以前讲过的话当做哪真的共款。今仔日就变做讲，我游玩嘛是偷偷听，我有时阵有放一寡。我想讲伊有兴趣的是中国人用华语讲的，嘛短10几分钟，讲放出来。我想讲这翁有兴趣，就是讲，就算我放出来，互两个人听的物件，我嘛是有见过。毋过伊游玩嘛有意见，伊会想讲，我即摆著无想要听这，无著讲这讲甲啥物投资的物件，我无兴趣，就变做讲我试看觅，我有见过，伊拢无法度讲，听啥物拢
拢足包容，伊是无遐包容，伊有主张，而且伊想要听伊若讲共款是新闻，今仔三日伊就播，伊就爱 TVBS， 阁有中心，伊会经过，变做连伊家己听迄华语新闻是伊爱的，伊阁会去品牌。想想的，就讲我哪有可能遐天真，就想讲伊有讲过啊，讲放出来大家听，就是进前的状况，就是变拢是以伊为主，我就变做讲，若以伊为主，伊嘛真惯势，我嘛想讲真认命，尾仔我就是嘛是选择讲偷听，为安怎想要偷听，就是讲10:30的时阵10点的时阵有台语放，我嘛想讲，若有机会，有可能会当去讲一条短短的新闻，每工拢做想要讲，毋过因为翁伫边仔，就变做讲无即个机会，你突然间会咧讲新闻，翁就开始问，有可能伊有意见，就变做伊若有意见，伊就有讲啊，拢讲出喙啊，我是要听伊的，抑是要听啥物人的？我就无遐信任讲伊有遐尊重我的想法，尊重我的需求。我伫心内就无相信即件代志。我会认为讲，阮翁也是犹原是伊家己想要听啥物，伊即段时间想要做啥，爱我甲伊配合。我认为伊嘛是真惯势安尼做。变做讲，我就是看有机会，有可能伊突然间爱困去啊，会寒，寒就困去啊，就足明显。然后变做伊就伫要迄个时阵，我就有即个想法，就是去找一个足底的新闻，拄啊好就是迄中国的 YouTuber，伊讲的新闻嘛底啊，我嘛较好记伫。进前拢是去找迄文字写的国际的新闻，毋过就变做讲迄个文字看起来就是落长。我若要翻做我要讲的底的新闻，阁用台语讲的，较有难度。我就拄啊好，就想讲，即个中国 YouTube 即个人讲的新闻阁底啊，而且我较有记伫，因为可能印象较深，会当试看觅。毋过我就听过一摆，我会想要去复习，想要听第二届安尼，等下有机会会当讲新闻的时阵，较袂讲是倒一个国家拢讲袂落来，我就用耳机去听，当然我就听甲做真少的，就甲阮翁掠铃，伊讲伊骹安怎无爽快，甲我叫来掠铃。我就想讲，安尼早起伊阁伫倒伫眠床困，我无法度去做我的代志，爱去甲伊掠铃。当然，我心理上想要甲家己保养，就是要听一寡我爱听的物件。无我会想讲，我本来要伫外口，因为我起床啊，去做一寡我想要做的代志。毋过你即马叫我转去房间甲你掠铃，毋过电视阁是 TVBS 的新闻，我会想讲足袂好诶。安尼，为着要互我家己讲较甘愿呢，会使好好甲阮翁掠铃，我就会去保养。想讲，即个时阵我的身体有可能阁无病啊
我有定定会心里足无平，对即个关系阁有生活。那我就会想一寡小小的撇步，那亲像讲，若讲我即马会当耳孔用耳机听台语，安尼就算阮翁就是叫我家己掠铃，互我无法度去做啥物代志。毋过我想讲，我即马伫学台语、听台语，实际上嘛是做一件我想要做的代志，嘛是有进度，就是无想要讲规工，除了去翁的公司斗3工斗骹手，阁有安怎以外，我阁会当找空芳，做一寡家己想要做的代志。就是即种心理就是一个小撇步，互我家己讲翁叫我家己掠铃家己抹药家己创啥，我袂讲面拗面臭的小撇步，就是用耳机去听一寡家己爱听的像台语唱一寡等下有可能嘛有家己爱听的华语的。YouTube 的影片嘛是有，毋过翁就开始讲，就开始吩咐讲等下爱抹药家己的骹抹药安怎？我就无啥物回应，因为我迄个时阵都真少伫听，想讲等下有可能有机会伫台语房Clubhouse台语房，若翁无会困去抑是讲安怎有机会有好诶机会，会当去讲几句安尼嘛诚好毋过就变翁就无满意，就想讲奇怪，我今仔是安怎？伊讲一句话，我拢反应拢足歹诶，我拢安尼甲伊应讲无听。就是无专心听伊讲话，对我来讲，伊讲的话就无啥物重点，有可能就是家己抹药无就是等下食药爱安怎要食啥物保养品。我就想讲，这就因为心内有搁较重要的代志，就是去听即个华语的即个短的影片。若有机会会当翻做台语，有机会话会当去台语房去讲短新闻，就是我早起想要做的代志。就对翁讲啥物，因为对我来讲重要，毋是讲甲翁奉台讲，翁我人生上重大的目的就是甲你服务以你为主你倒位无爽快，甲你掠铃为着你的健康，去煮啥物健康，你阁介意食的就甲你穿甲好好，照顾甲好好，这当然毋是我人生的目标。而且若安尼做会正，就是安怎做，无可能做甲对方的100分，而且。翁嘛会想讲，你会无满意，安尼会嫌啦。这就是人的即个心态，就是你做甲100分，人嘛有就会变做一种理所当然。而且我对这做食的甲人奉台嘛无啥物兴趣。我相信嘛是真侪人的兴趣，袂囥伫讲。要甲一个人奉台好好，安尼。毋过翁就无欢喜伊就讲，你过来，伊就发现讲有耳机，伊就开始讲歹听话，意思伊心里就讲，我毋是有讲过，讲会当放出来。我想讲，你这遐爱听 TVBS 新闻的人，恁应该是讲的，哪有可能？你有可能去包容讲，我即马想要听的物件，我无法度安尼甲伊信任，我就是
偷偷听，就毋免互你有意见，就变做讲，若讲我咱咧放出来，就变我爱尊重你的意见。你若讲莫听，我连耳机嘛无法度啊。你着有讲莫听，安怎有一寡理由。啊，毋过我若偷偷仔听，你有可能着袂注意，啊，就算你注意着，啊，着笑笑的就好啊。因为这代志无去点破，无去摕来讨论讲，我即摆会当听即个物件无？啊，毋过阮翁着足无欢喜，伊着认为讲，你哪会讲即种？我着讲我心里的状况，就是讲。我的想法就是我无法度信任，毋过我嘛无希望讲有即个种无平心情、无公平的心情，因为这会累积一寡怨气，安尼就会常常就是会去爆炸，啊爆炸的话就是会掠讲啊，嘛足伤感情。我嘛想讲，嘛拄仔好，因为这代志。我的心内感觉讲诚委屈，讲我拢爱偷偷安尼听，着诚委屈。甲你，甲你掠人，甲你放贷，我要听啥物物件？你嘛有意见？我当然着想讲，你哪会甲我当做歹人？我着讲会当放出来听，伊无想过讲伊放出，我若放出来听，伊。有意见伊就是会有意见，佫会讲出来。伊就想讲，我这意见是真好的意见啊！伊无想着讲，我的心情来讲，安尼拢无甲我尊重啊。因为对阮翁来讲，伊就是较无甲我尊重。长期以来就是安尼，因为长期以来我较吞忍就是较无。我以前有讲莫逐工听 TVBS 的新闻，我看甲足深，因为迄时阵 TVBS 就是会去攻击，就是民进党有啥物提伊拢甲伊讲甲足歹听。迄时我是足无安全感的，我惊讲民进党若失去政权，会变做是国民党起来，国民党遐亲中共。会害讲啥物国防啊，都不爱顾啊，会互台湾跳中共食去无？我有即种烦恼，就变做讲，我做不爱 TVBS 安尼一直去帮助中国，阁有国民党，毋过我嘛无法度去干涉。TVBS 要安尼做？我只有讲尽量莫听。毋过阮翁就是感觉讲，足侪新闻内底，就这台新闻上好尔尔，其他拢有伊的无好的所在。拢播的新闻毋是想要听的。可见讲，阮翁的道理就是讲，伊足想要听的新闻，就是这个。厝内就是主要是以伊为主，伊当然会当讲伊的需求，就是伊最爱听的新闻，拄仔好 TVBS 就有，伊就希望我改我的心态，莫替民进党洗脑去，讲 TVBS 的新闻遐好，讲啊袂歹，足中立客观，伊无我任何一个党，就变做讲。这就是立场的问题，这就无好改，无改，因为每一人都亲像讲，我认为台语足重要，爱讲台语阮翁就认为讲这无重要，这既然就是爱听有，两个人拢听有，当然就是华语就好啊，华语大家拢听有，这毋是做理所当然。哪有需要食饱阁去换枵？当然就是这物件是无法度去去沟通，去沟通。因为这就是牵涉着一个人的背景、一个人的思想的问题。
我认为讲，就是爱两个拢互相尊重，就是你看你爱看的，我嘛看我爱看的。毋过，阮就认为讲，袂当两个人安尼愈行愈远。应该是两个人拢选一个爱看的。伊嘛是讲，我即马放这影片拢你爱看的，毋过伊无想着讲，伊安怎放影片，伊就无可能去放一个台语的因为讲这台语的哪有可能是咱两个拢爱看。若按照伊的意思，我就是永远无法度看到台语的物件。因为变讲两个人去选，两个人拢会当接受的物件。当然就无可能就是我个人爱看的，别说讲台语这物件。毋过有可能就无法度去想即站，就是讲咱有一个人甲人之间有无共款的所在，嘛无法度讲放弃伊想要知影的代志，伊今仔就做想要知影伊的情的新闻。毋过伊逐工拢做爱知影，做想要知影。即摆疫情拢还袂结束啊，变做讲伊逐工拢有这需求。变做讲我逐工嘛有想要学台语，听台语的需求。毋过就变做我爱吞忍，我爱较忍耐的，就是趁伊无伫的。伊若有伫的，我阁想要参加啥物活动，这就较无法度，有可能就是偷仔听两句看有法度录起来，无法度录起来嘛是无法度啊，就是无法度的代志。就变做讲，这嘛会使讲是我的问题，就是平常时拢是当挺身，嘛心软，就想讲这人逐工安尼加班，拢足侪物件爱做，拢做袂了，毋过就变做讲挺身以后，这就是这无法度讲一个对甲错，意思就讲，因为两个人拢有家己的立场、家己的需求。我若拢讲家己体谅，变做我会牺牲家己。以早我是做体谅，像讲放假就是去翁的公司家己斗加班，就变我放假的时阵嘛无啥物，就是家己上不得已的时阵，想要做啥拢是毋是偷仔做，拢我靠线顶的偷仔做，无就是就变做是安尼。毋过伊的立场嘛是想讲，我着讲放假咱两个拢有闲，就是看咱两个拢有兴趣的。伊无想过讲，这每届有兴趣的安怎看，拢是伊家己会当接受的物件。伊若无法度接受的，绝对无可能。若有一届两届迄嘛是就一届两届无法度讲一半一半，这是无可能的。嘛是以伊为主，就若亲像讲，即个公司内底，即个主管有可能有时阵伊就想讲，每届拢是我主张我讲要安怎做，无就是以后恁讲即个新路你讲下骹手人，你来摕伊，阮照你的意思做，嘛有可能这就一摆两摆尔，无可能变做一个长期拢安尼做。除非即个主管、即个顶司本身伊的观念就毋是即种观念，就是伊就是即个部门以伊为主的观念，伊若本身就毋是即种观念，就当然就大家就较若伊本身就是即种
伊做顶死伊爱负责，做者代志爱经过伊的同意，伊爱看头看尾。若是安尼，伊若讲莫阮甲拢是我，心落听的嘛想讲拢喙伫讲，啥物话拢你讲，就会变做即种现象。即摆伫厝呢，我甲阮翁嘛是共款啊，要做啥物代志，嘛是以伊为主。就算伊问讲你今仔想要去台耍，嘛是伊想要耍，伊会当接受的代志。伊无可能变做讲，翁无今仔以我为主，咱两个去听一寡台语的演讲，嘛毋免台语的演讲，是讲演，嘛毋免讲着用台语去讲的讲演，这嘛伫台湾嘛无济啦，嘛爱诚找。有讲我想要参加一个活动，当然我着去我的活动，你着伫厝呢，这当然无问题。毋过阮翁着袂当，着讲去台着爱两个人斗阵。毋过阮若讲即个活动我有兴趣，阮翁着有意见啦，伊着无兴趣。毋过若阮翁有兴趣的代志，伊着理所当然讲两个人斗阵去。当然我嘛袂反对，就嘛无啥物讲着去行的安尼陪伴。毋过伊是无法度去陪伴讲我爱去台就是因为即种现象。毋过伊阁无看互清楚，伊着定定讲阮为虾米爱安尼偷偷来？伊着足民主足开化、足开放是即个某的问题，是即个某无信任翁的问题。毋过在我来看，我着想讲，伊着毋是即种才调的人，就是讲我要去做啥物代志，就算伊无认同，伊嘛讲不要紧，互你去，无着陪你去，是袂当的。我做的代志拢是爱伊认同的，除非是讲啥物甲工课有关系。伊着放我家己去，当然伊嘛袂陪我去。亲像以前我要去参加研讨会，是一个可能甲工课上较有关系。尾仔嘛因为讲翁爱加班，无就是着放假的时阵较无法度讲我家己去主张要做啥。就变爱去团体活动，就意思就是我甲翁两个爱团体，共日共出，就变做我就嘛无去报名迄种研讨会，因为想讲这时间都毋是我的，我若去报名，这是加了钱的，有可能就无去啊。今仔我是有。甲以早无共，以早就想讲白当爱紧和好。毋过若讲我心目中的愿望是和好，当然，我就是爱较我就是爱较让对方可能就是讲去道歉去创啥。毋过这就是互我家己的毛病心内毛病是。无帮赞的，我即马就是有清楚我一寡问题，就是认为讲无公平。我嘛有我想要做的代志，每摆拢爱配合翁若翁出现，我就失去自由，就变一个想要做啥，敢若会当偷偷来的人。啥物人想要安尼做咧？只是。偷偷来，总比讲我讲我即摆要听啥物话陪，爱互伊审查，伊就讲莫啦，我即摆想要创啥，无讲你有需要安尼，就会惊讲伊会讲这有诶无诶，毋是颠倒互家己有即个情绪诶不爽快，就变做讲我就趁伊。
伫困啊，伫耍手机啊，无注意的时阵，家己去听家己喜意的，会当听偌济都听偌济。毋过当然嘛是，感觉安尼当然是袂快乐啦，就会想讲那是对啦，这无法度安尼偷偷做，阁会快乐的。只是讲避免即个冲突，就讲互翁讲你著工课上著遐辛苦啊，你著毋免安尼两个人安尼有冲突，伫遐冤家。是一种退让，是一种退让，毋过当然毋是一种家己会感觉足骄傲的，当然著甲即种代志是无关系，只是讲我甲你体谅啦，我著顺利啦，安尼。就是这我甲阮翁的问题，甲阮阿母甲阿爸的问题。是足共的，足共的，就是一个问题啊。伫爸母身上看到的，哪会以后大汉以后，成立一个家庭以后，哪会找着的对象嘛重复阿爸甲阿母、翁仔某之间，就是我相信这是为着要互我成长，我的思想去成长。有会当探索内底有一寡道理。今仔我著讲有讲诚济啦，著甲我的心情拢心声甲我的心声安尼表达出来，而且著较无迄种情绪失控。以早会失控，是因为讲我想要足着急的讲紧和好，毋过和好著变，因为是我有即个需求，变做我的牺牲，我爱讲一寡好听话甲伊安踏。毋过今仔日我嘛无即种足激动，讲为安怎我著讲甲有喙讲甲无烂。你阁犹原安尼去噗噗，而且即代志著细项代志啊！你叫我甲你掠铃，我甲你掠铃的时阵，就是讲带一个耳机去听我想要听的物件，安尼你著无欢喜，著变做一个大冤家。著讲我无信任啊！你有讲过讲会当放出来，我哪会无放出来，阁伫遐听安怎？著变做讲我无信任翁，翁著讲伊认为无法度啊，袂当斗阵啊，因为我无法度信任伊。我想讲伊的表现本底，著细项代志著看会出来，就是无法度去包容我想要听的物件，我想要家己听啥物物件。我安尼讲好啊。若讲我甲伊马杀鸡我甲伊掠铃的时阵，阮翁拢无法度包容讲我听耳机即件代志，为着讲想要听我介意听的物件，伊拢无法度包容。即个时阵我的心态我为安怎要安尼做，伊拢无法度包容。我哪有法度去期待讲今仔我著直接甲翁做信任，著讲我要听啥物物件直接放出来，翁嘛对我听。我著想讲，你连我听耳机你拢有意见啊，哪有可能？这著是无法度信任，就是认为讲翁爱做出一寡代志，亲像讲台语即件代志嘛是安尼。即摆有较信任，就是伫厝呢，用台语甲翁讲，伊著较无反感，伊著有讲我有温情，我对你有大温情呢，我有应你台语呢。伊当然对伊来讲是大温情。毋过若讲伫病院因去病院因规家伙仔拢斗阵去病院，
啊，无病嘛看，有病嘛看，就是做一个，甲病院当做健康检查安尼。安尼我嘛是有忧虑啦，因为会甲我斗有药变做搁一台车呢，好势好势，甲你载去病院，搁载你转来。毋过因就是有一个足赶紧、足着急，足想要甲人相争安尼，我拢爱用走的哦。第一名去摕迄号码的牌仔，要拼第一。讲袂当，你就是爱拼第一。变做讲其实这着遐济冬去病院检查，毋是共款的 SOP， 这无啥物好紧张。毋过因厝内的人，就是一到病院着足紧张，讲要拼第一迄种紧张。上好就是愈早离开病院愈好。有可能因就是总爱来病院检查。毋过阁惊讲病院做垃圾的，爱紧走伫病院的时间愈短愈好。毋过安尼你着莫来病院，毋过别当阁爱检查，嘛毋知这是啥物。反正就是伫病院着开始用走的，走第一去抽号码，希望家己的号码伫上头前，会当紧紧离开病院。毋过离开以后，着阁无代志做着毋是讲后壁有安排嘛无。就是即个时阵，我翁就是不爱互我讲台语。毋过伫病院，我就会较家讲台语。我想讲，伫病院足侪护理师足侪医生，伊较有机会会甲我讲台语。对因来讲，有可能伊平常时有训练就是较老一辈，较会讲是定定来病院看病。讲台语，较有即种意愿。这台湾嘛真可怜，就是爱找一个伫外口讲台语的环境，你就是足无简单的。变做讲，我著伫病院，我著会开始讲较济台语。我著想讲，这较有机会练台语，讲台语，完成我的心愿，就是我用台语甲人讲话若亲像即摆用华语甲人讲话，这著足正常的。我著有一个愿望，就是用台语甲人对话，著甲用华语甲人对话共款。这无啥，这足世常的。毋过即摆伫台湾的环境，当然是真无可能。除非你就是讲一个活动，你有讲阮参加活动，每一个拢希望是听着台语，爱注文啦。你若无注文，就是一个华语的环境。就变做若伫病院，就是一个心理的问题，就较爱甲翁讲台语。即个时阵，翁每摆拢会甲我挡，讲袂当讲台语。对伊来讲，伊就讲伊就伫紧张紧张若听台语，伊就会搁较紧张。伊惊，我就想讲就是我甲你讲台语尔，这有啥物好紧张？伊就袂当，因为伊的精神拢是足肃拔，拢是足紧张的。伊就爱听伊有安全感的一个欢语。伊伫病院无安全感，我就感觉好笑，讲这来病院嘛无啥物大毛病，就是去检查啥物血糖、血压、糖分、血压啦，搁有一个血油这就是定定就是共款的 SOP 这是有啥物通好紧张？毋过这就无法度去，就是我若是爱遐紧张，我嘛是无法度甲伊勉强。就这个时阵，伊就不准我主动我讲台语。我是无要求伊讲啥物话啦，伊就变做即摆我的状况，就是别人会主动
阻挡我讲台语，我就无法度，我哪有可能去要求别人创啥？我即摆是惊别人甲我阻挡，别人有权利阻挡我莫讲台语。足侪人讲，你著莫去管别人讲啥物。我讲无，即摆拢是别人会甲我管我会当讲台语，袂当讲台语。我哪有法度有即个权利，有即个野心去管别人吼？即是我心内有可能袂爽，著咧互理师奇怪，甲头前迄个阿嬷讲台语讲啊好好，看着我，我讲台语伊嘛不爱插，伊嘛是会著用华语甲我讲，安尼我会听甲袂爽，著是安尼尔，著变做劣势。其实际上著是劣势，著是安尼。若是讲同性恋劣势，我可能无即种体验。毋过咧，即个讲台语即个劣势吼，我是经验足丰富的。我想讲会安尼，有可能嘛是天公伯啊，想要互我体验讲啥物是劣势。你无体验过吼，你实在有时阵你用想象的嘛无较准。我想讲应该是即个原因。即摆翁著伫公司有较认真都有敲电话来甲我关心。想想的就是讲，有时阵嘛是爱有一寡变化。若讲每工拢是我家己抱甲认错，讲哎呀是我无好啦，我无够信任你，只是为着讲较紧去和解较紧讲和解吼，较紧和解。若讲是为着即个原因，毋过代志嘛永远无去解决就是翁嘛无法度去徛伫你的立场甲你体谅，因为长期以来拢是我安尼吞忍拢是我去认错家挺身，当然就变做这我嘛是有问题啊！我选择用这种息事宁人的态度去甲伊经营即个关系，就无法度去怨叹讲即个翁怎会遐鸭霸，拢无甲我体谅。伊要看 TVBS， 我著讲过足侪摆，我足无爱看。伊爱看，就是会当看。我总爱想要听一寡台语的，连偷仔听嘛袂当。去抗议这若实在嘛无效，就是平常时我著选择迄种息事宁人，迄种态度甲伊相处，甲伊安尼经营关系，安尼拄着委屈实际上我嘛是家己有一寡问题。我无啥物原则，我是甲伊的关系，我若着冤家的时阵，着委屈家己，安尼搁去怨叹讲为安怎两个人的关系，我遐委屈这无法度去怨叹别人。着伫冤家的时阵，为着讲莫搁冤希望讲紧有一个收煞搁有一个为着即个原因为着一个和平的原因我著紧去认错，无就是掠光掠光以后，著互伊软心就是家己拢无疼趁家己怎样会当去期待讲阮翁就是爱甲我体谅我若家己拢无爱家己委屈家己嘛无迄个面去讲为安怎我心内足无公平因为我无原则我就是为着啥物原因，为着和平的原因，甘愿互家己做委屈的。就是我想这关系嘛是爱去学习，
而且我即摆嘛有想法，就是讲，这过程拢是学习。若讲真正甲红吼，就是无法度突破，这嘛无要紧。我若心内的想法讲袂当，我就是爱甲即个人做伙，袂当放弃。即个时阵为着即个为了即个为了即个原因，我有可能就是做一寡讲委屈家己，结果家己委屈家己以后，有即种表面上做甜蜜，做讲冤家冤煞有一个做和平圆满看起来表面上，毋过心内底内心嘛是感觉足无公平就是意思讲，莫为着啥物其他的原因搁造成一直无公平，一直怨叹这爱去避免。我若今仔会当讲不要紧，对我来讲，人生就是学习的过程。无即个红，其实一个人也是讲身躯边是别人，对我来讲拢是体验，拢是学习。我会当安尼练这坚持，讲袂当一定爱甲这个人白头偕老练这个用这个理由来甲家己绑架拢无我拢家偷掉啊！相信讲我会当讲看搁较清，看搁较明就是愈来愈成熟莫每摆拢是用共款拢用掠光互对方软心搁好好的方式就是爱拍破，莫每摆拢安尼会去掠光，当然就是惊讲两个人是毋是就会分开。若讲今仔日连分开我拢毋惊，当然就是做诶代志就无共，就若亲像讲一个人若连死失去性命拢毋惊，当然就袂讲为着惊死就变做先委屈家己，无就是尾搁去怨叹怨叹讲我哪会遐委屈，我哪会过甲诚无自尊若讲连即种绑架家己的理由放票家己的理由拢甲伊讲破以后，相信讲做起来代志是无共款的，就是会当看到的角度，搁有即个关度，我相信会搁较无共款，就是安尼。